跨过真侪政治犯的心点加角，宽问罪犯的空间是生做啥款呢？摄影家沈兆良即马伫咧台湾艺术大学展览真侪摄影结合着装置艺术的作品，要互参观的民众一行入去，就会当感受到启动式气氛。当时在安康接待室里面，其实它是有2栋的建筑呢，盖在一个山坡上。那上面这里是一个侦讯的地方，然后下头是一个关押的这个牢房，所以在这2栋建筑的中间，其实它挖了一个地道。透过展览现场的车架加空间配置，参点影作品做结合，新店军人加角加安康接待室2大不以为耻的影像呈现伫展览的现场。特别也让这个墙面本身或墙面里面的这个痕迹然后能够呈现在目前这个空间的墙面上。那除此之外呢，我刚刚讲了，我们也利用现有的这个空间的一些铁件或者这种粗的铁网，那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铁网的这个现成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呢，能够形成对于作品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观赏的这种经验。摄影家沈兆良透过这款设计，让观众会使以无同的方式来看摄影作品。嘛，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展览区，民众会使真容易就看到这的作品，人办人宽议题，然后让一些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或相关的机缘，能够接触到相关议题的更多的人。共同的历史里面，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有一些更开放而且更具公众性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跟对话的可能。这件作品当咧台湾艺术大学大台北当代艺术双年展展出，展览期间到12月底。沈兆良讲，过去这款人权议题，拢伫相关的博物馆展出，今麦透过这种开放的展览，望会使促进讨论，找到另外一种进步的方式。记者郭文长随新闻报道。